台湾拳头了，中国功夫了，南少林五大名拳了，这些关键字词都可以贴到社群贴文，在这个自己的频道的社群贴文发布贴文以后，这个有加井字号的关键字词就成为超连结，点按超连结，已经刚刚有按过了，你看自己 YouTube 频道社群的贴文，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号，发布以后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超连结，你看跟台湾拳头有关的就都列出来了，就是影片专辑目录了。那短片大概都是1分以内，最长58秒，上传以后好像还会再增加1秒，所以最长大概58秒，58.4秒，点5秒就变成进位了，变59秒了，然后上传又增加1秒，变1分钟了。要维持在短片的那个条件的话，就是最多58.4秒。